各位聽眾，歡迎來這個特別的收聽和變成福建的節目。今日呢是咱被按怎講啊？咱被拍國家安全去每一物件，無像個平常的時以每人物件，他那是人的時俾每人。哎呀，你看我唔捌。我後面。出味啊！哎呀，家己驚咧。baru kunci, kun Apple 啦，baru kunci，冇插我啊！應該點？你冇做成個我 impression of 我嘛？我 start 嘅時，所以我特別 start 嘅時，我講咩嚟叫啊？我冇講了咩？你講阿妹個先，你會介紹啦，把你特別嘉賓哦。OK 啦 ，OK，今日呢個了嘅嘉賓是我看，嗱，考慮看到，人嘅特別嘅嘉賓，這就是咪咕了，人有個了，這裡是老椒個了，我看了我做地，青椒走了，不，我未等陣。冇青椒嘅。你問解你琴鍵，你問講。Wow, I can see myself. 啦，我本次會看到特別啲店面嗰邊。咧，看到青枝啦，青枝看到路。OK，所以做雜模頭先，咱有老椒青枝。Hello， 青枝歡迎。Hello。青枝有啲 KL 了，老椒本是炒豆有啲我知有啲英國，特別大陸啲英國我唔知啦。我記得本我唔知咯。有叫這裡自然就老椒是南西我知有啲 KL 嚟。Hello 南西。大家好。แล้วอีตาโป是sama belajar有啲法國嘅。Hello， 大家好。แล้ว冇白，睇下寫見咗字幕了，冇嚟白啊。字幕白啊，咪就。字幕。Hello， 大家好。基本是有啲嘅了，我是英國電，我有啲英國。Hello。耶，成功啊！OK，so 今日呢，咱嘅話題是阿 John。阿 John， 咪咕，對，了個有嗬，個有佢哋白定字是，咱有聽起啊嘛，咱是定字是亞洲人，紅梅娃娃，當今是澳洲人喎，澳洲人嚇，澳洲，這塊是澳洲人啊。Australia 唔是潮州人，唔是，冇 Australia 是澳洲。Europe， 澳洲是 Europe， 澳洲嘅是 Australia， 澳洲 Australia。OK，所以這個禮拜嗬，就歡喜我看到只久無，你這情節是，我這歷史人家講，這句 one on one interview 嘅時候，就是我背我漢梅人嘅呢，伊到底歷史就是情節。其中這是情節，所以當今人也好，或者 I think 特別參英國中一個 tech support， 就係好唔對。冇啦，是因為一股無參了啦，特別是人哋看到錄無參啦，伊錄 up 伊個電腦家己 upgrade 嘅時，物件無到啲無上去了嘅，所以較坎坷被參了。對，哇！你看人家 Facebook 嘅話，哇！這是菜店啊，了個有賣青講上來是事情之 again， 耶 ！OK， 來，這禮拜我無做主持，這禮拜教學咯。OK， so 南西你就俾教人講啦，我頂禮拜是講係咪物件？我節嘅我人講嘅是，唔是我講嘅是阿 John 家己講嘅。冇白邊嘅聽到一個。我嚟㗎。
個應該是冇咧個。我呢是有，我人講話我呢是有一個意思，我要問咪句，真正久啦，我要問伊，特別我冇機會談問伊啊，我要問伊啊，你去美國是要讀冊啊？你是去大學？你直接去嗰邊是你去大學是無？啊無，你有去上個 high school 嗰邊你無 attend high school 嗰邊啦，所以直接你到啲美國是你直接去 university 啦，大學了啦。對啊，所以你去嗰邊嘅時頭先。嘛是真正坎坷咯，就是地頭先嘅道路去外國啊，對唔對？其實我講坎坷，我冇講淨係坎坷呢。我到底變嗰時我讀 after Form 5 after SPM 咧，我就接落去讀 Form 6啲 MBS Methodist Boys School 嘛。So after Methodist Boys School แล้ว我讀了 Form 6我兩年 Upper 6 Lower 6 Upper 6ก็讀了，特別我during 到底 Upper 6時我再講我未來美國啊，特別係時我高不如個實做工，所以講你讀了你 Form 6。了解過來美國 ，then so after that 我個拍算是去 KDU 讀American Studies，到啲 KDU 一直成日樣準備你去美國讀冊啊，所以你才讀淡薄佢 general 嘅你會使介紹可能 KDU 是係咪 ？KDU 是 College Damansara Utama， 所以我到啲 Damansara Utama 咁9個月10個月1 semester， 你在那 campus 搬去啊啦嚇是咩搬去到？無了，伊巴魯是 Noble 啊 ，Noble International School 啦。哦，佢哋伊搬去家己 campus 啊，伊啲無錯，因為伊巴魯佢世界有啊嘛，伊唔是講喺邊界啊嘛。OK， 伊本身伊波啥時咋自所在有啊。我在邊咧有我在伊啥時說搬去蘇邦達蘭內邊，唔是覺得大曼沙拉喺邊㗎。OK， 路去經嘅 campus 搬去，呢邊 international school。鎖定嗰邊有貴嘅，你有時，所以佢哋嘅點數是差不多係咪呢？佢哋是字字1990年90年對，1990年，所以我去嗰邊讀嘅時呢，KDU 讀冊嘅時，我是 after 我 Form 6咯。then 我去嗰邊讀內學期內 semester 內學期American Studies，但我 take 淡薄 general，嗰啲叫咩 general 嘅 course，可能成個 speech 啊 ，public speaking，then you know some 唔知 history 上面，可能 general 美國嘅 class，伊目的就是講伊 transfer 伊 point 過去，唔是 point 叫咩啊 point 啊 ，transfer hours 伊 credit hours 過去一個到啲美國嘅 college 咯，所以我咪是 take 伊 general classes 到睇邊 take 內學期 ，then after that 我年尾嘅時99年年尾時我就過嚟美國啊。所以我到底喺啲 American Studies 時我學到真係物件本啊，成個關係加美國嘅風俗啊，因為culture啊，樣類啊，咪即係伊有時候教我人，唔是講讀喺啲 course 一個教我人講，但是你去美國大安怎啊，你so that 你一隻準備如 so that 你冇就去教時，哎呦 you know culture 你冇上嚇，然後 spelling 啦，你就能讀 Queen's English 嘛，到啲美國 so I mean 到啲馬來西亞，所以去後邊是 spelling 冇上，要準備完嘅看咯，所以我去教時已經是有淡薄準備咧 on top of that 我係個已經到美國แล้ว我嚟讀冊時。伊大上一個，伊頂到畢業就喺一間大學嘅，所以伊大差唔多1點鐘，1 hour away from 我嘅大學，所以無講感覺就真正條創咯，無文化創，安尼看咯，有個啲邊較硬啦，較無呢，較無呢驚，你較無呢小諗嚟處啦，嚟家己嘅country， 你把真正想出國，我把真正想出國有啊，我 usually actually 我冇讀到嘅一個，我讀到就是我讀啲 psychology 嘅 class 時，讀啲 KDU 時，我係叫我 psychology professor，伊是 actually 是美國人嚟，然後伊教我講，伊你在同人講 culture shock 時，伊有一個 curve 嘛，伊有一個 curve 是
講你去只 start 嘅時，你只 excited，哇！只爽了，咁只幾之後時，你 crash 那款了，哈你是你第 low point 嘅時，你感覺到成第一小念處冇咩關係物件嘅時，哈時都好到第 midterm exam 嘅時，要 prepare 講那時你去 start 咧是第 midterm exam， 所以哈時我想處咯，特別因為有考冊啊，然後我成個。有什淡薄物件 focus on 我讀冊，所以我感覺較 OK 咯。on top of that 我感覺有我係高到這邊嗬，清查一濟咯。因為我冇感覺就講我完全個 get 理解我係出來人，我係高到這邊。然後我高常 weekend 我是一個月以來幾日到。所以我常常有機會，我無拉薩安尼看考，所以我看考時，我係白布，我無通甲人講，哇，這字咯，因為我拍得話真貴嘛，所以我拍得話咧，看到我係9分鐘、9分鐘、10分鐘裡面就俾講了咧，就看到我大門，你講話你未寫，你冇得 point 嘅了起來，其實實我未講咪嘅，講了，講 OK，琴啊，一禮拜一擺，你一擺啊，學過嚟啊？我拍得話。到啊 ，maybe 20塊、10幾20塊美金嘅咧嗬。邊時冇期間你講吧，聽時是3點。嚇時我去讀冊是2點個。2點個啊？就小尾個3點8嘛。呀，一半紅險3點幾咧，我係3點8咧，行咧我朋友個了就姐啊，我就被 drop out from school 就 because 你不準備累呢，紅險減去無夠累安怎啊？尤其是98年嘅事咯，我人正價是3點8落。啊，尾到98年、97年起就 start 一成嘅事，97年起紅險掉，after 96年97年紅險掉嘅啦。你去大學邊嘅時，伊人好你大啲，係咪款嘅辦事 dorm？特別公司嘅人，還是你？有你嘅家己嘅房間是按照講嘢情形，按照講。我是因為我 because OK， so 我有讀 Form 6， so 我係讀 Form 6，我係 credit 了個 American Studies， 我係 credit 緊了有你 transfer 啦，那是我冇 fail 嘅 class 啊，到啲 Form 6冇 fail 嘅 class， 我係 Form 6嘅實際啦，就 fail， 我唔知幾分嘅，就 fail 冇 fail 嚇，冇唔知你只差就對啊，了。特別有啲 subject 我係 transfer 嘛，係 English literature 啊，我係別啲 subject 我係 transfer 嘅，我就 transfer 過來。所以我 by the time 我入去比較大學時，我 already 是 sophomore， 所以第二年嘅學生啊，是咩啊 ？freshman then sophomore 係第二年啊，算。事實上講，當時嚟講，我已經是 transfer 我係 point 入去，我就教我係大學時，我已經是算咗第二年嘅學生啊。所以我 because 我唔是 freshman， 我免去大嘅 dormitory 到啲邊，所以我一頭家己睡厝，因為我有一個我兩個朋友，甲我做在 KDU 嘅朋友，往頂到做在讀冊啦，我去上一間大學嘛，所以我人做在去教嘅時，我拍睡講，啊無我去睡厝。所以我係高度去真是有較早去甲我看厝咧，伊隨便厝，because 我去甲迄邊我就要大嘛，所以我係高較早去迄邊，我講袂愛3個房嘅，安怎，咧伊就先去甲我睡厝，所以就方便咯。所以我去教時，我就大甲我係兩個朋友做一大咯。哎呦，你有告訴我對，你有時嚇，會使講，所以我是3個人大啲迄邊哦。就到底上一間厝，特別伊毋是 part of 學堂嘅啦，即係外口家己睡厝嘅。貴無？嚇？貴甲伊個大學？人若是講無遠啦，對我來講是無遠。行路去學堂差唔多 maybe 10分鐘嘅呢。差唔多差唔多成個我去 KDU 讀冊 ，because 我嘅大學已經是quite大咧，伊幾個 block 嘛 ，campus quite 大了啊，所以你 unless 到底 actually 往時到底 dorm depend on 看到一間 dorm 往時你 dorm 夠遠，所以伊間 dorm 嘅啲差唔多無講清楚就係這呢，quite 晚本啊。了後尾我特別你有感覺無？你無大啲 dorm 甲別個美國嘅學生，你有成個 miss out 無？你有我有想過咯，數下你款嘅經驗我有想過本咯。
是講我有想過，講成日係你經驗，成日講你特別平常時啦，你去美國讀冊嗬，你是特別去公司幫見甲別個美國人嘅。伊人無安排好你 international student 參加 international，所以 usual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是參加美國嘅學生，伊無參加 international student，所以你會成日特別學人嘅方式啊，成日講稱 A 起啊名稱啊，所以即係伊人嘅拿三嘅款㗎了，去學㗎了，伊人拿三款特別對啦，我看法呢是你去別個人嘅所在，你參加伊人嗰邊嘅人，你會較參加伊人較快 ，integrate 較快啦。特別你大家你嘅內朋友嘛是馬來西亞嘅人，對，是馬來西亞人，所以你有較艱苦淡薄 integrate 較艱苦找美國嘅朋友無？我無喎，因為我嘅班嘅了是無像我嘅班我嘅 classes 嘅了是阿毛嘛較濟，所以合併我特別做 project 啊 group project 都是有參嘅咯，然後合併都有機會參到咯。是講我有影老師講啦，即係問題乜事就對嘅。我去到啲大學嘅時候，我看到只馬來西亞學生嚇，一是調到嗰啲馬來西亞學生嘅就。伊是我有一個叫做 Malaysian Student Association MSA 嚇，伊學生嘅了，每次參一段咧嚇，無去參別個人嘅就。แล้วองค์feel 到感覺成隻驚，哎呦佢參阿毛咩？我唔知有關係，我明白樣是唔整啦。是講我 maybe 有可能我是較假嘅驚，我較無講，我就真，因為我本大漢人老實講，因為我係21歲啊，我有咧，因為我讀嘅 from 6歲，但是講你幫我去18歲嗬，去參，我有可能我會。maybe 拄到我家己較識嘅人啊，馬來西亞人啊，做者學講上話，我就參咗隻人看咯。然後這馬來西亞學生是真正 intimidated by， 唔是 intimidated，I think 感覺到成個樣家己無夠好嘅講嘅話，因為咱個馬來西亞英文個有強嘛，咱馬來西亞係強嘛，所以我去甲迄個美國人講話是。樣無咩關係聽啦，尤其是學生成啊，樣無 expose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 都到啲大學校，伊個 experience 已經唔是學你外國人去學美國人，學美國人去 expose to 外國嘅人，所以樣白刀嘢係而家個邊咧講，可能聽一個咱古言一個聲咧就。本時你是有啲 Kansas 是 Midwest 啊，我想你去成個 New York 是 Miami 有較濟有可能，你國界人特別啲 Midwest 較少機會對，外國嘅人對，majority 咧一大部分是加拿大美國嘅學生咧，then 特別我去嘅時即個國際學生，我是真濟本，then the one of the reasons 我經驗就是 because 伊收隻國際 international 學生，so伊人好有機會 expose to 外國嘅人咯，所以咪成日看到參，所以我咪是無法咧就做那款物件。Actually 我較歹勢嗬，我較驚嘅，其實講要講話出來講阿毛話嘅時候，因為我讀當人學嘅學生嘛，當人學嘅學生咧有當時用淡薄迄個syndrome 啊，成日淡薄成個我唔知別個當人學當嘅學生啷個樣感覺，我感覺到成日讀當人學嘅學生要出來講阿毛話，尤其是參加阿毛學嘅朋友嘅時候，你講話時你感覺到樣唔知 judge 你感覺到佢係潮話學緊話 self-conscious 啫，你較 self-conscious 啊，你較其實感覺到你家己無咪教好。有一道你講一個故事，你甲你嘅朋友去到倫坡了，去要去大啲嚟劇場，有你人，你去講啊！你去講嘅嘢，我會記啊，喺你咯，我係記查好潮嘅你。我最好就係應該我唔捌人哋看你經驗，咱去阿毛學嘅人啊，點講阿毛話啊，咱就無人哋看你經驗。我就你真係趣味，都讀當人有安尼感覺。啊，即無之類。我讀當人冊是讀着啊，我有要攞我博士嘅時，我參加迄種common school 啊，讀迄個 Twitter Methodist 嗬。南西你去當人學咩？我上去去講緊呢。唔是，我係知嘅是講緊，我唔是講緊。所以我本時日日參啦，唔是講無參，特別我日日參咯，因為我有影愛講緊。
我而家是講我甲無歹勢啦，面皮甲厚啦，我讀冊時本嚇我是去找迄種嚇無冊嘅朋友來參，我細漢嘅時有去找嘅。那無白你去 Manchester 是有安尼款嘅經驗無？但我小lúc講啊無我無問題啦嘛。係咯，會好聊嘅有冇？啊，你你聽到你啦？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哦，我無是有可能我甲 blur 啊，有人講我無插我照做我物件嘛，所以先啊，但比我面皮厚，但面皮厚掉，真我有可能是真年代數，因為我嘅年代就是有當人話較濟了，無安尼濟也無。啊，特別我是係咪就話穩定我無好事，就唔夠本嚟好事。我調啲啊，咪參加馬來西亞嘅人，特兜啊，樣是過6 can 6 7 can 啊，去 shopping 時在那兜，แล้วอีหลัง來，點知 back we hair，แล้ว人做背嘅，電背位，電背位，電背位，แล้วอาวุธ就是嘅 Maggie 嘢，แล้วไม่ชุกิเจียไม่ทำละก็แล้วจะไปทำแล้วอย่างก็แล้วสิ講 Mandarin นี่จ้องว่า try to ไม่ทำนี่ละอีนี่ว่าก็รู้แล้วอันนี้เจริญชุกิรู้ไอ้唔知รู้ไอ้ที่ถักแฉรู้ไอ้กี่經驗รู้ไอ้ที่โอปลัง嘅高調生活對，所以我比就是因為你來看解你啦特別你穩定我別大漢嘅時我唔係去大啲伊嘅hostelว่า因為我被大漢ยัง歸頭垃圾箱啊，แล้วว่า特別我頭去頭一個月吹無厝嘅時，我去睡 YMCA 嘅房間大，แล้ว伊是伊嘅kitchen 那邊個了是規模嘅人去啊，我被大漢我搞嘅垃圾啊，แล้ว變咗我但我無做食阿咪咯，大家日啦，家己去面口食啦。แล้ว每時夠有經驗แล้ว佢出來大ไม่參嘅人。แล้วคิดตัวดีจะเลยสตูดิโออพาร์ตเมนต์เนาะบุรุษตัวชัวร์ว่าต้องมีตาหันอีกก็ลังฟังเก่งละแต่พี่วิสเขาใจวิดีโอแชร์มาใจเก่งก็แชร์ว่ามีตาหันจามันดูแชร์ว่าเก่ากี่กิลีอ่ะแล้วอีเจ้าข้าว่าต้องมีตาหัน我本時咧。我睡我嗰時鬥背一家己去睡一間拍嘅，我咪可能 share。你問講就卡浸品咯 ，OK？我啲我咪是大間內 Malaysian 嘅咯，然後我三人啦，多三人大，所以一個就是這就是我上班，我哪裡邊個上班啊 ？OK， 嗱一個就是較識教我啦，是講，แล้ว我人成個。搬做物件時啊，成講 OK， 講即個禮拜嚟講，我要做係咪扣掃啦，是講扣掃處。有一間呢都看冧暖，一個，我唔知咪是冧暖，一開始我會記，伊隻小，伊馬隻小，伊會記，伊有兄弟，伊大，伊做大漢特別一大波，所以伊會出來人隻小伊，所以我淡薄煩惱，講唔知伊會成個講。冧暖你可能，伊家己物件伊個未冧暖咋，是講伊公司物件伊都無咩愛做，當時伊成時講只電杯煮飯也好，伊就行到啲佔伊迄個到啲生意也無死嘅，你話電杯是公司嘅嘛？所以電杯，一陣間講掉啊，你 mute 你咪對咯，你後面 conversation，then 你。我就寫電杯我就唔會講，寫我唔用時我就寫喎 ，instead of 伊寫笨好時啊，我唔用時咪一頭結用啊咯，伊個俾我，伊個放掉俾了，我就頭攞到 OK 啦，冇插意啦嗬，我係特別用啊，明講佢我起嚟講咁樣嘢，但我嚟看我就成了啊，我甲你另外一個人講，我安怎啊，然後 OK 啊無我滴。我講 OK，so 當叫咩偏病的，譬如講，但是講你人隔了會人會寫定背話時，人特別做隻隔了講好時啊，人特別寫隔了起來，很用很寫很到啲。但另外一個度即係 remedy problem，伊本是 occasionally 本是冇做，所以話拍寫一都冇，你即係個成個叮當是當哦是冇成啊，做 roommate 都冇成啊咋 ，roommate 伊自備款出來隔了咋，所以。你係伊個成個我人講四層已經啦，
我樓頂一間就係間，樓下一間樓下是幫實包的 room，所以幫就幫曬呢。所以我做一隻輪流嘅，所以我三個人嘛，所以一人滴燈咯，一人做洗樓下就係間 ，next time 洗走卡，then 結果一個洗樓頂就係間，佢輪流啦，幫間我自己搞掂嘅了。所以我咪是玩牌啊咯，然後是一直頭冇做一燈就。所以我咪是我輪流輪3禮拜啊，就對佢教我嘅事啊，因為昨晚咁咪就係垃圾嘅咯。了是伊當劍，我嘅等嘅啦，我啲 spin around，伊咪是就做挪位咯，當劍。伊又 complain 我，攞冇個理由啦，攞你bully我啦，叫我做嘅了，就會寫嘅了。我覺得個劍 miss 掉，佢哋幾難為，所以我大一 semester 我幫走啊，我攞嚟幫。哦，我諗。我會到一個 topic 吼，是講 roommate， 講 housemate 超寬嘅啦，超寬。我咧就家己，我唔係教 student 多。哦，你睡全部好都睡8位，睡家唔是學生。我睡家係你 bachelor 㗎了做工嘅人。我調過頭前迄幾個月呢，我教 student 多，幾後我買啊，我家己去找吼，家己一個環境，了外口㗎了是做工嘅，我好的，樣曬樣我嗰度。因為做工嘅，做工嘅人會請我食飯，然後我講跳厝本表，因為人做工嘛，我跳厝我收錢嘅嚇，阿妹人對來請我食。哦，個彈掉 at least。我彈掉，唔過我調啲，上尾我落來我無大 student house 嘅，我唔係，我叫我朋友去住，快樣大 student house 嘛，我叫朋友去邊個？我未本，我係跳海四本，我本未。阿 John 我本是冇蝦米明白啊 John 伊人啲做蝦米啲財經會做嘅伊安尼垃圾嘛你人小你入去財經你做你嘅物件啲財經啊你都蝦米伊調啲去做垃圾啊是蝦米伊唔是講調啲做垃圾咗伊是我感覺到伊是伊人伊 because 你在往三大波用針板你都 always 是成日幫助啊！阿咪應該是盤掉垃圾，喺呢度被寫，我這禮拜寫一刀啦嘛。So 而家個頭毛咯，還是咪垃圾啊？什麼都地燒嘅，為後一揼嘅咧，你在咧揼嘅，但是你燒到啲揼裏面，伊最摸咧，伊提起時，還是你垃圾會掉到啲咧。你 ring 位，你特禮拜四你特禮拜四是你俾，你特禮拜四你 spray 嘅了。特擺燒咗就俾搖嘅。是伊人無做安尼款啊，大波幫助是特擺伊人若是無看好好時，本是會跌咗嘅嘛，你跌咗你跌。拔起來啦，用鐵梳去拔起來，切起來頭先啊，特別我成日人無上緊嘅燈啊，無咯，就是我就講講啊，有一間嚇，伊度出來唔捌做過工嘅，係一間台灣甲灣伊無做伊物件，伊唔捌做過，唔捌當過那款嘅物件嘅，所以伊度變做伊咪做了好，個環境啊，我大變嘅估啊，我接過去房間嚇。是我把我嚟房間嗰度冇 lock 嘅，你在比較厝內面，伊冇 lock 嘅嘛，伊家己倒隻 lock 到啲外口嘅，鎖掉一個房間嘅咋。了我人唔係接佢我上次咪接佢房間，唔知攞到實打往做在做功課時接佢，伊開門往接佢房間嘅時候，我接佢唔知攞實打嚟往大佢 semester，了平常時一出門時伊 lock 掉伊嘅門咋。了我個部係安怎呢？我唔知本來我同乜冇接過，然後伊度鎖掉伊門，我唔知咩事，本來我冇插伊啦。然後伊度有一道是伊家另外一間小妹 ，because 本是為咗厝買做物件，還是咩 something TV 看 TV 啊咩，我都冇咩插嘅。我呢學個最累，我大間嘅房間，伊人大兩間樣式，所以我嘅房間是伊嘅貴apartment嘅一個會跨度咯。伊人後尾房間呢是一個 apartment 入面一半，所以我學 one third of 伊厝，所以伊人學用兩人公司 two third of 伊厝啊，所以冇唔是，伊人學我學 half， 伊人學 half，quarter 啦，即係each of them， quarter 嚇，所以
我就大我房間較大間，所以我無咪愛出來個靠。I mean once 我在講成個我甲另外一間應啱嘅呢，我都常常去 kitchen 嘅呀，我有時成請煮食咪 ，because 伊後特別煮物件無夠你 share，伊物件是伊物件，伊袂使動嘅，伊家己。所以我往時甲係甲另外一間呢，我就講，我就煮食是我公司啊，煮物件做隻煮老轉可能，迄一間無嘅咋，伊煮物件伊家己食，伊夾去伊房間去食。然後伊無啥，伊無 share 甲我人，伊啥 kitchen，毋是講叫我袂 expect 伊 share，伊只結構就對啦。然後伊嘅生度物件，伊甲了伊家己係唔使當伊物件，所以我嘛是在意看到咯，特別伊佢數目有一道是話，喂，即間袂打閒嘅，唔知笑咩咁樣，我被 check，我被 try 接伊房間。然後伊唔知後尾時 ，ended up 唔知到我哋 alarm 嘅，即係有隻 alarm battery 咧，都開門嘅彈嘅。然後然後我好似我哋好笑嘅時候，伊唔知伊啲頭邊係咪？我唔知啦。你嚟接是隨陣係咪鬼物件？另外一間就只係看電視機，所以我同公司買隻 second hand 嘅電視機喺度啲樓下位，所以到啲樓下嘅電視機呢，我朋友度有一間教我較識，伊度常常看，伊特別看戲，伊 record 聽到無，聽到往嘅 cable time 你會使 VCR 你會使 program 幾點落係咪戲嘛？你往睇起點先嘛無通看咯，所以伊特到落 program 落啦，唔知 somehow 啊，伊看咧伊夾伊嘅 VHS 碟夾出嚟看戲啊嗬。伊無限到對我朋友嘅 blank tape 入去伊內面就，所以本就無看到伊是無通落到去，伊咪是錯伊咯。伊講來用我即係 VCR 嗰是伊嘅咋，係即係另外一間我識嘅伊，所以伊度起行啊，想咩好？伊唔知夾伊嘅 video tape 啊，掂到啲伊個壁位啊，即間教我較識嘅夾伊碟掂到壁啊嗬，啊多啦了，我係一碟撇起伊，我係往嘅壁一坑曉咋。特別我無地啦，係你我無地，我無多處。然後我特別我頭尾就啲樓頂 anyway，我聽我家己是諗乜嘢 CD 就啲樓頂嘅，我即係 Hi-Fi system。我個仔都冇去插數，我無去插數嘅，所以伊人小妹咧，其實是伊度係你一間介小妹夾識嘅話，伊講你去夾一間講係咪物嘅，所以我就會去。叫佢去解係咪？你抽水我當時個無咋學 ，because 抽水開始是一樣嘅啦，呀，我係抽煮來往抽我往寫一道即學伊人，你看還是都記入去。伊往時個無寫伊份啊，係咪物件？所以即係叻嘅啦，我覺得講無咪有直接嘅看咯。所以我幫佢家己，所以我家另外一間我幫佢家己大嘅時候，我兩人大一間嘅時候，一點問題都冇。無 problem， 往做就係要往在往個熱款，伊個款咧，伊是西邊啊，下面一張特別一點鐘點半鐘嘅，所以你我平平，所以伊特別唔會講，你要去啊，用啥物你看咩用聲啊，because 我被接去啊，所以伊平了解平平，我本無插伊啊，以後我先去幫助下面了做好事咧，伊家去賺，安尼款，所以我冇問題。你都會知了啦，你常常人即係一傾也是伊個問題啦。對，你知就係伊問題對。特別啊，伊去教馬來西亞學生教了講人不理嘅。OK， 不要緊。sorry，即係冇白講嘅啊，上一了John 講啊，伊個個一條，特別啊，條，一冇照，我識方，我係小妹教我內去 boarding school。But 我係爸前有想ahead 啦。He choose a boarding school， 我人兩人 the only two。都在度啊。From Malaysia，the rest 嗰啲是 other countries 嚟就。But the second year there were 3 girls from Hong Kong。所以咧the男想講từng人可以人大。無相俾客誒，人就是相，人嘅學堂就是有香港嘅人，無參加人。家人I just make every morning kunti strip the bed, make the bed. Winter, he strip the bed. He put down cái đó, he fold cái này at the bottom of the bed. Lúc tôi là mẹ
the bed 是都零零啊，困。哦，我要解啊，要 make the bed，然後佢解長會解講，你就要搖。哇！伊解你講，我人無識做安尼物件，去出來我人有阿媽仔教我人做，我講對，阿你媽仔冇錯你媽仔來，啊，這個是英國啊，你若是要叫阿媽仔來搖互你，叫你聽買。陪主誒單，可以阿媽仔嚟做你教你切，你無切你後頭啊無人愛用啊，你就去招我特人去教人經了，教人教怪啊，我袂打。就是一樣學掉咯，學你教咯。你嗰陣同我都未講明嗰陣。無，我要倒對去，我要倒對去你誒大學誒經驗。你搞啲邊嘅事，你係 university，你係 university 是係咪？會使講咩啊？會使。你是講我係大學嘅名嗬？大學嘅名我係大學叫做University 當今叫做 University of Central Missouri，頂到是叫做頂到叫做 CMSU Central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所以到底，這裡是係咪po是 Kansas 是冇 Kansas Missouri， Central Missouri State Kansas 頭先，我是 Central Missouri。我就出邊，我到底馬來西亞來時，我教嘅時是教到啲 San Francisco，頭就 port 啦，我 port of entry 是 San Francisco，所以咪去看 San Francisco 都 OK 啦，隔日看差唔多識，哇爽爽啦 ，Golden Gate Bridge 啦，真正成家講 ，you know， 你 expect 講即係物件嘅了是等幾快啊，了是嗰隻隻真正 diverse 嘛，即係冇可能人啊，等人就濟嘛，到後邊，然後就 OK，搬嚟。from 嗰邊是 because of first port of entry， 我 spend a few days there， 然後到過嚟 Kansas City 咯。Kansas City 本是 Missouri 嚟 ，actually 我係是到啲 Missouri 嘅邊。Kansas City 較濟 population 到啲 Missouri， 佢到啲 Kansas 嘅咋。Kansas City Kansas 係較細，係down 較大是 Kansas City Missouri。So 我就教你嘅時都 already 就 reduce 啊！我冇看到等人啊時，我來教時90幾年時，我真少看到等人，有 maybe 有上 Vietnamese 有可能看到即幾年嚟上較個人嘅面嘅。Then 我去 Warrensburg 就是係個我係 university 嘅島啦。然後 international student 係後邊來，你是安全未看到嘅，喺大嗰邊嘅人佢就是白人、美國人。荷蘭不有特別較少，了真正係邊有because 係邊 White Man Air Force Base 係真晏，係邊一個邊嘅叫做咩啊？即係站啊，可能用 base 嗰啲係邊做兵嘅。兵野係叫兵野。兵野嚇，對，美國兵野啊，野嚇。兵野嚇。美國嘅兵野到底邊，所以嗰邊有當時你都會看到，伊人都較 exposed to。成個較國際物件 ，because 伊人往時就到邊 train， 然後出外國，然後個對人可能。So 我到啲 Warrensburg 嘅時，我同你講我讀冊時，我往時去禮拜 after 我成去學校，我人去成個食物件位啊，飯記啊，去啲 Wendy's 啦，後面你可能會食物件 Sunday 時，你看人啊，阿嬤啊，較只老人啊，成個講70幾歲、80幾歲，樣嘅看咯咧。上咗啊！แล้วกินน้ำมันเสียงเนี่ยขอรู้咧上等下 jealous 啊！我感覺又唔是講 jealous，是奇怪，Angela 喺裏邊嘅呢，伊人上大教華南嘅時，伊人本是有談轉咗隻華南嘅人嘛，伊人唔捌看到華南嘅人啊。maybe 公司聽我人講話，咪個無相聲咯，還是？你問題啊？伊人無捌見當人啊，伊人你甲伊人interact 啊，你有 sense 伊人看衰咱當人哦。
我個無，我感覺咁樣 curious 咯，我無感覺這樣看衰話。at least 我 exposed to the 係啦，我有 contact 到嘅人，個無呢 maybe 有吧。我有一個較 interesting 嘅，就是伊 actually 我愛講嘅看衰本時特別。It actually is a reflection of how sheltered 伊無 exposed to 這。伊講，我即是我到啲 class 時，我到啲班嚟，就係做講課啊，做group project。actually 我 acting 我係 acting class，所以伊去到一問我講掉我 experience 時，伊講，你唔是到啲長嘅頂面嘅咩？你到啲馬來西亞嘅 Oh my god！哦，你把條位置嚟都 OK。因為你唔是到啲長頂面嘅啊 ，because 我人拜六早起啊，我人冇得晒，即講一攤接落坡，冇人去落坡要去買去舞就要去買物件就，即個老阿嬷婆要我人驗迄個高級就，一跳起來一問，一搖一手一大大聲講問哦。Do you know what it is？ 都唔係看我係講，它屬於江南啊，迄個你會記啊？迄個點真是67年啊。伊江南 ，Do you know what it is？ 我係小妹講，它屬於江南嘅兩款。我講 Yes，it's for 我同老師講 ，it's for cleaning the teeth。Do you have it？At home, at home we use the twig to brush our teeth. We swing from tree to tree. 看衰咱啊！哎呀，人袂曉啦。特別哈，我就是講伊人 because 樣真 sheltered，所以唔知成講巴黎人唔是到啲阿嬷做嘅，就是講伊人是真到啲裝頂嘅咋。So so 我是無插伊，我是 feel 到伊是成個 it's reflective of 伊家己嘅 sheltered experience 咯。So 我無去插伊，我有 feel 到，我 feel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that 伊馬路咁會玩啊！看你物件，伊講我捌看過，我捌去開過 Asia 上面，伊講伊捌看啲人，嗰陣時，你知 that very stereotypical 講緊嘅 Malaysia，伊是講嗰啲沙巴、沙拉瓦有啲上面比卡達山，一般有啲真正 typical，成個 you know what？It's still very sensationalized 加真正 exotic 嘅 representation 啊！伊無直接講覺得啦，到底是啲嘅嘢嘛？所以我感覺我唔講 I never even climb a tree。所以安尼看到安尼經驗，你上我嘅有咯，成個，唔是講上咧目睭看，所以我可能講我睇 American Studies 上，伊人甲我講過 prepare 有 prep one，所以伊會知講伊人嘅 intention，伊有甲我講伊人 intention 有當時唔是講看你無伊人是真正袂曉啊，所以你就是講 from that point 甲你來看咧，你都袂感覺到，然後我就看袂起你。特別你講我大聲，後面就出邊。伊人我哋 international student 有一個 international student 嘅 center 學完過來去。伊人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 有安排一個成個course，唔是 course 叫咩啊？成日講 drama，你可能成日講workshop，OK， 所以就 workshop， 所以伊會教人講，你使你人教 international student 講話時候，你會使講較慢淡薄，你免講較大聲。伊講你講較大聲嚇，因你是講你掠唔到啦，掠唔到你不免講較字例字。節例字扮講，John 咪講哦，我人家己馬來西亞人，我人本會去梅沙巴罕哦，嗰時沙拉瓦堅哦，都是唔是多複雜？少。我家己嘅 college 就是你看，因為我嘅 college 我嘅班裏邊有4 can。3 can 是啲沙巴來嘛，我有日家己聽到我嘅
上班的人，每一人嗰只哦，你是唔是大啲廚房頂面啊？我家己搬喺啲舊椅板拔刀落來啊！我聽到搬喺拔刀落去啊！哎喲，我因為迄時頭一節咧，我家己 introduction，我家己講我大陸來啦，係咪嘛？頭一節讀冊時，然後佢三天人講伊沙巴來，林文亞子。林文亞子咪講，伊到底maybe 讀冊到底 Minnesota，而家 the strangest question I got in Minnesota does it snow in Malaysia？ 啊，that means 哎呀，但係OK啦，你會明白啦 ，because 伊就是伊嘅 geography 啊，伊嘅 geography 就是無計咧好啊，伊唔知。無讀嘅馬來西亞，有人上邊嘅人嘅啊，伊人嘅國家有落雪嘛，成家登山嘅人，伊人嘅國家都有落雪嘛，然後日本就是落雪嘅半死。我處長喺邊架歸還。我按章講1993年 New Zealand 本港上啊。哦，本時未看到落雪啦，冇啦，第一奇怪嘅物件是我坐飛機飛去Chicago嘅時，喺你點時我真正愛讀 James Michener 嘅冊，你知啦 James Michener 嘅冊，成個 Bible 嚟嘅，真正背大本嘅。然後伊個死人伊個戲本我未看，所以坐啲伊飛機嘅時我冇看戲，我今日睇伊冊呀。所以即個美國嘅查某坐喺我邊啊，本是老本啊，差不多60幾歲了啦。伊看到我睇伊冊啊，差不多要了啊。然後我起飛機嘅時，我啲伊個頭前，我baru頭前嘅，然後被 land 啲Chicago嘅時啊，我差不多睇緊了啊，伊看到。Oh, I saw you reading that book. 伊講啊，我看到你讀伊個冊啊，你讀真正快啊！你來嘅國家有 library 無啊？我看下每日看嚟，哎呦，笑！你講我來國家就是你做工來，好啦，你看人 discover 到人 discover 到 Why on Chan discover 到。伊是就是林文亞子，你就應該是林文亞子啊，對，你一個後面咪叫佢梅話個 OK， 我被 cut to the chase 了，我被打閒了。你已經是有準備啊，俾梅物件。你其實拄到個 Bruce 啦，安怎拄到個 Bruce 我背加了伊 details 加了。你情下面，伊情下面，你看到安怎下面加了我背加了。哎呦 ，I think 頂到我講到，然後講到淡薄嚇，人頂到我講到淡薄。OK，冇講 detail 啦。你啲 internet 都掉嘢嘛？我 OK，頂啲是我 already 交朋友嘅。我拄條講我安怎到底 online 是捌到伊啊，係你 maybe 你聽另個啫，不是我被講啦，我記得頭一擺拄面啦 ，OK， 頭一擺你未知啊，按教掉你未知，你未知講我那時講你未知講我較講隻 shortened version from last week， 我是 internet 版嘅。定禮拜講了啊，所以 OK， 你講下面你無講定禮拜。OK，so 我 OK， 我同講我 briefly 啦，佢快講就是我到啲 internet 版 ，then 我講話 exchange email。下面安怎 internet？ 以前唔知叫我未記哦，即係1990。ICU two，I 下面。我啦是就是 classified ad。哦 ，ad 啊。唔知咩叫做咩？咪 one and only 啊，上面唔知叫咩 one and only.com 上面，你好，我朋友介紹我講，你被賭人嗬，你被賭別嚟嘅人，你咪是特別放 at 出去，你夠有機會掉，無論一啲安尼細所在你無咩賭掉，所以我朋友咪是叫我我所以我就賭掉伊，賭就只隻咧，特別我賭伊就是 one of the one 咧，我會記頭一擺記好我時我個無 ignore message 我無看到伊 message email 來時我無看到 ，then 我個過咗幾年禮拜啊時我個 respond 伊個過幾過話，所以我老實講話，我講起無講我咩特別意思本啊 ，but 伊。什麼時講咪嚟除話，所以咪講 OK 咯，所以嚟除話，所以就伊處時佢4點鐘，哎呦，4點鐘，伊換車就俾4點鐘，所以換車嚟除話，拜伊是做先生嘛，所以拜個而家幫學了
放伊有等放了，伊會使過來找我，特別伊拄好係直接 last day of school 就無用，所以講伊特別 postpone 去拜六，所以就拜我就等你啊就，你就 excited 話等你來，然後講哎呀拜六個來 ，OK 唔要緊咯，等拜六，啊拜六伊就來啊伊就，你即係我，比如說我只頭一擺。以前我頭一個 first guy 嚟我 dated 嘛，所以我就落去樓下。即係點先錄有 TV 個咗久了？我 TV 我對伊是98年，我大美國佢就是 end of 95年我來，所以有所以有 TV 個3年了咯。差唔多冇93年2年半啦，because 我 summer of 98年我對啲，so but that time 我已經 you know。quite comfortable with why you know why 我自己嘅本身人講我係 QQ 呢，小定到是人講我已經是 OK 啦 comfortable 啦 then 我咪對到伊是我本冇講成啊歹勢是awkward 係咪 at least from my point of view 特別伊度來對我了我到啲樓下 because 我就我厝是到啲 city centre 位，唔是到啲長丁面嚟㗎，所以到啲 city centre 是到啲 city centre 位，所以伊白車就坎坷嘅，所以我計講你原來這邊會就看到我了，我做只會教你去吹位白。所以我計講你嚟到這個路，我到底後尾每日頂到個部 cell phone 就，我直接被講幾點啦啊㗎，就幾點鐘，睡啊嗬，你看在你睡啊看日頭啊嗬，去個樓卡去等你，所以樓卡去等你來我就起車咯，他時往是注意吹白，所以我冇咩會記講伊安怎，所以我吹白，OK白了，我就夾伊嘅伊就係夾伊嘅 luggage，啊面就細嚟 bag，然後我就。行去到我厝，去到我厝樓下，伊是一個 apartment 嘅 building，然後到啲 apartment building 外口有一個garden 嘅呢，是一個 courtyard 呢。然後我講，哎，正嘅爽啦，治療嚟正講話啦，所以我治療伊係伊是擺喺係度，我就講咧，伊 after that years later 先甲我講，其實後你叫我治療邊啊，伊就冇。伊成日叫驚講 ，maybe 我買錯，伊成日我 disappointed 伊就我想講就係你看本，我當時想起個，哎有影啦，我冇經驗，我 at least 去求生，來落來這落個落來到呢，然後伊就想講，我冇熟㗎伊，所以特別我們這條拍卡 ，then after that 我人講 ，OK 人咪去係啦，我會希望頭一個 date 就是，唔 OK，所以嗰時呢，我有計講，我冇講。他是我 because 我同冇驚本啊 because 我唔係 sexually I mean you know potential to happen sexually 唔驚我真係冇經驗嘅就 OK 我是 OK 我講佢定到這 episode 話講你頂住你就我係你告訴人特別去聽你看笑我 platinum 啊冇 platinum OK 特別去聽頂住你快 then 我到對嚟我 OK 我放物件啦時我就講 OK我講我是let's take it slowly 我是講，然後我就講伊呢，我係就講伊是較有興趣，對我較有興趣，特別我係是冇咩曉過，我對伊有興趣是講我有好感咯，我講話我會痛 ，then of course I find him attractive 啦，所以我咪是講 OK，然後佢要對然後就幫你物件，然後我就出去食 dinner，early dinner 呢，所以我哋去一間，我們是冇咩曉啦，我係本淡薄 blur 淡薄，我就講 OK，我再講，我係特別往自己去食一間，就是食你 Vietnamese 嘅粉嘅店，然後我就去坐喺入面食咯，然後伊講，個幾年後就講，我時時講你少少會 test 我，看我以後食 Asian food，然後夾 chopstick。然後我就入面食咯，然後下邊咧就變做我哋嘅 anniversary restaurant。To me 嚟講是我哋 first date restaurant 啊。So since then 我就已經26年後，我哋特登年滿對佢嘅 restaurant 一個 still 哎呦夠吉吞啦，個開過啊，個冇多。哇！restaurant 都冇插笠啊！冇插笠過，然後26年後 actually 20年是我哋教應嘛。After 我哋20年都 together 我哋教應，我哋教應嘅是我哋到底我哋 book 係幾間嘅 restaurant 起來做我嘅luncheon到底下邊，
哦 So 哇我 family members 咁樣過鋪嚟，咁樣我規間 take away 規間嘅 restaurant 啦。Actually 我時間講，啊，所以你捌伊個頭家人咯。識我能識埋去咧一年啊，還是20年啊，我能去。So John, your parents come here. 我 parents 係咪？ Your parents attended your 有 wedding. yes 有，還是係第我 expectation 是真，我 expectation 是真正 low，because 我本冇 expect 講直接我會教英嘅。我對我嚟講冇咩重要啦，教英 ，OK？I mean 我講伊重要是成日講佢哋 ceremony 就係你 wedding 唔是講marriage 對我嚟講是重要 ，because 我嘅慣例㗎了，你有教英冇講是有清菜，所以我就我一類物件咧，我希望我本冇講出來，就是希望我嘅爸母會到我若是講我有教英有 wedding ceremony，我真正有希望我嘅 parents 俾來，還是我嘅 parents already 講。哎呦，唔知就冇大一咧，會 travel 那款好，即係6年整啦，即係 because 人係是本 late 70s 啊是，所以我講那是 A 嚟講是第好，我有機會學人嚟，我 wedding 時，我感覺到一個人 ，maybe 人是亞洲人嗬，係你爸母嘅 blessing 就要緊嘅對話。So 我是希望 ，so I think maybe 我爸母不明白哦，所以人嚟咯，所以人嚟。So anyway，佢到底係 really restaurant，所以我咪去 dating 咯 ，dating 係 I mean dating，我 consider 我 first date 到底係咪？你講一條個辦儀喎 restaurant，個辦講去貴 restaurant，個特登嗰度去食貴嘅，個辦儀去食米你貴條湯啊，你看嘅嘛，所以我特登去本唔要緊，就我冇 never miss 我直接嚟你特登去到對，伊上一間嘅 restaurant。趣味趣味嗬，了我當時見講唔知幾時執笠啦，唔是執笠是別執笠，一定要 retire 喎，佢差唔多會 retire，本來好快啦。哇，這是即個意思話 ，COVID 嘅點聲真係債關冚起啊，冚伊人未打閒啊，無鐳啊，攞三年啊，攞3年無鐳啊，伊人都未打閒了，所以伊人冚起。我未記我穿嘅咩衫，特別我會記我隻衫係是。然後 Bruce Lee 誒看伊有 Bruce 本怪衫，你 I think 第三嘅時候比較睇到有清茶無？清茶啫，because 正到時伊頭毛嗰部 bag 個。了，伊個真隻衫，伊係唔是講真隻衫啦，伊 for 伊嚟講伊是第一 lightweight 係是then trim 啦 ，his figure very trim。較 trim 啦，伊唔是講真隻 ，because 伊 good 都唔是講成生叫嘅人啦，特別伊對伊嚟講，伊是衫咯 ，then 我嘛是甲伊特別，我就講到Sunday頂啊，我直頭撥按 first year 20本，我知啊，because 你我一直來嗬，我就是去想哦，我去到一隻啊，你看的嘛，然後伊是 because 你花車4點鐘來，頭一年我人是 consider dating 掉是 ，OK， 我其實個在 dating，OK。我人 dating 我發覺來往是有意思咧嘛，對，未拄對，所以我 already 有意思，所以 date 阿咪意思教我是教伊 OK，then 啷個睇阿妹嘅 detail 冇使，所以我人 date 了，到一年兩邊，伊就自然嚟看咯，直接來找我，4點鐘一到，所以伊往時幫我了，伊換車來我厝，已經是差唔多9點幾，8點幾往時，8點幾9點咧，แล้ว來搞，แล้ว我 usually 煮飯可以食，所以食了我人嘛攤 spend 拜個買咗隻拜啦，買了禮拜伊用到咧，可能特別短啊 ，because 4點鐘嘛，所以伊頭幾個月時伊就較上來，了個月是差唔多一個月來個 ，at least 到啦，唔是攞到，所以較直接換車來。then after that 我較有車啦，我說我借我過車，我有過去吹嘅，可能。之後伊就特擺換車，所以一年我再講伊是有意思啦。因為成日無真菜，人會換車4點8點鐘就掉 on the road，會來催我。真係看咯。所以伊住喺 Kansas City 是冇？你住喺到了 Warrensburg。我到啲 Kansas City，我係是來到 Kansas，我到啲 Warrensburg 搬嚟 Kansas City 住了。伊到啲即係 small town of Kansas 叫做 Winfield，所以到啲下邊換車4點鐘來催我。because 這邊是較坎坷，人邊邊是美國真大。
你要去我 A North State to B A State to 呢？ B 呢，伊人啊，袂使2點鐘3點鐘啊，伊人無相誒4點鐘是幾邊，because 伊 State 人關事呢？啦，啊幾邊，because 伊 State 人呢？伊人關事了，哇！一間我哋叫啊 Tammy 叫啊，伊講 retire 叫我 take over 咁賣啊，喲，伊 retire 我唔係 retire 啦是。誒，你講啥叫I heard my name 啊，講神叫。誒，我嗱，一間唔一。Anything happen on the first night after eating waffle? 我都唔敢回啊，我都唔敢回。有 happen 咯，有 OK。So actually 唔講啥物，怪 sweet 本嚟，我係叫我係一個我 best friend 還是我查某 best friend，伊個 phone 係 Jack，伊就 you know quite protective 啦，你就我講喲唔知呢，唔知 stranger 唔知，特別係時我already 講話三幾節，然後3、4幾節我拍 call 到啲電話咪，所以唔是講完全 stranger 本啦，所以伊對嚟。所以我人去食了對嚟時，我會叫我看，有時計，但係想起啊，計好笑呢，我 decision 啊，計 blur 呢啊，你再我看，because 我有嚟 tape 啊 ，VHS 嘅 tape 啊，我咪戲，所以佢是部 Netflix 嘅，咪就講啊，對嚟啊看戲人，所以我到啲對嚟我 apartment 是點打個我高大嘅，但我高大好無地個 out of town 啱。So 即係目睭大女去，แล้วว่าก็บ่ดี所以咪是春話加伊咯，所以我對嚟 apartment 呢是哈，伊個教我講這邊嘅就是我當時係是不了到啲 Chicago 嘅對嚟又唔知，所以我 base 咧，我唔知得 base 但係就係你等人嘅 pastry 啊、點心啊，你可能咪嘅。所以我到啲成都，然後我阿妹食我late lunch 食，然後我就講啊，無凊彩到厝凊彩食，但無 snack 的嘢。所以我就 offer 伊食係你物件，我會記 offer 伊是一個淡薄驚咋，你包啊咩物件。但係 after that 時間就係，哎呦死我，我會記到 offer 我你叉燒包我都唔敢食，特別我當然就係驚食叉燒包。所以伊所以下次咪往 snack 了，往度看戲哦，我可能猜看自，哎呦。真好笑 consider 我 situation 啊，แล้ว你知我學一看我看咩係咩戲嗰時，你會想到係你是 late 1998年，即係教我哋嘅 situation 差唔多像，特別我個棒係你戲。哦 broke 係咪啊？我未出過 broke mountain 未出過啦 broke mountain 啊，唔是啊？夠執當時我係你等人，幫 Pretty Woman 唔是咩？想 situation， 你成日喺度啲腳落邊逼我啊嘛，叫雞啊！誒，叫到 Officer and gentleman。Actually 我到啲後背落，我叫嚟逼啊，我咧我去白痴啊，actually 掉本啊！我成個 street walker 到啲後背落呢。冇，the wedding banquet。哦 ，excellent！哎呦，梗係好笑。安利是唔是？我聽起來，哎呦死啊！成個計 ，Oh my God，計成個計掉地哦，個菜去接 Vietnamese food 啦，一個棒啊你安利嘅嘢，個是美國嘅燈籠差咩啊？呢個數梗係啱住佢，哎呦 ！So， 喂妹，呢是唔是正屬格亞洲人嘅文化？แล้วอีกาเดี๋ยวเลยล่ะ冇完全做咩？伊跌路咧？伊位咧下面嘅跌路，伊看到小英嘅上面，你講到棒嘅你伊見啊小英。一個你看安利嘅係你。冇話，好啦，佢嚟驚嘅啦，伊驚嘅啦，唔是 Bruce 驚嘅。แล้ว伊唔是 Bruce 驚，伊是成日話嚟開始 open to any culture，any。人本是那是 attracted to 伊，就是 attracted to 伊啊。So 伊無想講，蘇格我是因為我是亞洲人，伊唔對蘇格我是因為我啊maybe 我 and 啊，特別意思是無，伊唔是 orange chick 啊。actually 我係等我到啲大學時，我冇嚟講句佢哋打字啊，定打時我人講句我打字，我嘅打字就是伊我 elder gay 啦，就是แล้วก็ทำ一個個另外一個即係我 roommate 咯，我 roommate 就是另外一個咯，所以我哋三人就是時，伊就講伊話要講咩啊？未記，但係講
你試下未叫我講，我特別較早時陣講咩？看戲都講句，歡喜。不是唔是 suka 阿哦，對對對對對，我係個，我係個。嘅頭先嘅燈籠，yes，我係後一個 Asian，我就後一個 Asian first day，一 day 一個 Asian，and then 我係打字咧，就講我講，伊講啊。伊講伊真袂tahan，特啲咧 Warrensburg，伊還是有 date 自己 date 人嘅，特別伊講係袂tahan 咧 Warrensburg 嘅時，搞到蘇格魯嘅嗬，就是 orange chicken 嚟，伊個 good orange chicken 咧，就是講，我哋隻 orange chicken 是特啲美國是隻 Americanized Chinese food 嘛，所以伊成日講樣食，樣家己個成講，伊講伊佢搞講佢只告訴，我實講嘅當叫打隻屎啦，佢先啦，伊講伊講伊去伊 date 一個大波嗬 ，Oh my God！ 伊就穿迄個吉摩諾啊，到底衫比較阿摩啦，穿個吉摩諾嗬，伊出來啊，掉迄個燈籠嘅線啊，你看你yuck，你係講哇，我真係嗰個亞洲嘅風俗啊，物件個了咗，所以變做伊講伊我係打字講伊感覺伊對成個只 objectify 成個伊成個只 oriental 安尼去到最後。你是掉哇 objectify，是我地頭先去美國嘅點聲，我聽到嗰一句話，較錯甲你講嘅啦，你講是啊 orange chicken 啊，我聽到一句話是講安尼款嘅阿摩人啊，屬於亞洲嘅人啊，伊人叫伊啊，食飯嘅人。哦，食飯 rice eater。哦 ，at least 當今叫做 rice queen 咯。係啦，特別較錯淡薄啊！我第一件事你可能人是我係朋友啊，我拄着我係朋友嘅事啊，伊唔捌把你燈籠本啊，我是伊地頭先嘅燈籠你拄着。我被 clarify 佢，但 because 有啲人是感覺就講，我有人把妹妹講，做咩事咧？你 get 到？我咪講嘅 difference is 到底 maybe 冇講真大嘅差別，冇講真正大，特別我咪講伊嘅清差係啥物？伊清差就是講一個人看到你啊，蘇格魯，唔是哇！我俾吹看，得一個人是燈籠嘅，哇！這個我燈籠啊，哇！見了，變咗伊蘇格魯唔是蘇格魯，伊蘇格魯是蘇格魯是燈籠 ，but 有個人是 attracted to 燈籠。แล้วอีกแล้วสุกัดรู้ให้ได้ศึกษา in between นะ但不 difference 啊แต่พี่อีมสิสังว่าการนักความรู้จะต่างๆเนี่ยอุตังสีเหรอว่าจะ friend ก็อีอยู่ในบัดเดียวเหรออีก็อีสิอีก็ข้าเก่าข้าใจก็เจเลยเอเชียนเนี่ยเก่าจุดกว่าตอนกิม所以一般就 lose interest 咗 because อี expectation ก็แล้วอีก็成個只 stereotype 成個รู้啊真係順เนี่ย呢，成個sopan santun 呢，成個路人嚟看呢，然後我時我講我多聲切啊，是伊個Bruce 講講，我係真 surprise 啊，你係貴 family 個大聲 very loud， 頭都對忘嘅事，所以 because 所以佢只 orange chicken 呢，就 specifically 就是講佢哋蘇格魯是你魯是。Asian 呢，一看到把小多的把你 Asian 跟 Lu 是差唔多，一是像呢，就 category 呢，伊唔是看到 Lu 嘅。Maybe future 你 develop 特別係你清查你冇像嘅物件，就是講伊看 Lu 是 Lu，還是伊看 Lu 是亞洲人嘅。安尼 ，OK， 咱無講咧往做咩個咩 ？Actually 無講做係咪有啦。我頭先就是看你咯，看你安利戲咯，看你 The Wedding Banquet 咯。然後我係記我朋友拍電話我是伊到底我看到戲，然後伊拍電話 check in 叫我出來電話 ，OK， 唔是 cell phone 咯，冇 handphone 嗰時出來電話問我講 OK 喎 ，everything OK， 我講 OK， 下時咧我係記伊是往坐到啲 sofa 位，伊啲看到 Wedding Banquet， 然後伊困到啲 sofa， 一頭係到啲我巴下位。romantic 啊，so 我 snuggle 有 first kiss 甲伊啦，唔是我 first kiss， 我 first kiss 是小中午誒 ，OK， 那我聽定個禮拜 episode，OK， 安尼啦，特別我阿妹困嘅時候上隻房間，有拖字啊，知唔知？定有嘅啦，so。Okay，to be
抄到咱英國嘅 equivalent 甲伊人嘅 orange chicken 啊，咱嘅英國嘅是 lemon chicken。哦，是啊，唔對？但係菜館咪是有 lemon chicken 嘅啊，是人 Chinese 嘅嚇 lemon chicken。我成個冇食咧嚇。我是個叫 orange chicken 本嘅，是講。就是學阿婆食嘅啦。對，一樣個暑假食喎。我係打隻講，見冇攞出來是講，哎呦死邊我個 Asian 個，講一件。你呢個唔是講緊啊？Chinese 教咗一時參加了就哦，你教了 Asian 教咗參起來就。教了參起來嚇，等人 Korean Japan。啊，我梗係用當劍隻環啦，物件就借啦，當劍 UK 環啦就借啊。啊，I suppose so 啦。特別倫敦，嗰隻是倫敦啊，即係平啲 Oxford 啊，急派除。Because 人呢邊這所在未使嘛。是啦。Indonesia 本正借了，人馬來亞環啦本真借，到這邊啊人家加嘛。有貴氣邊個是？是啦，嗰啲就啊，阿婆啊，你到啲馬來亞問哪講？你講掉，就那上個路你可能前日到馬來亞那是環啦話解咯，掉拍掉雪定啦。至少我只頂佢至少頂即係，比如說話冇講句話，我講句話個記者有紅頭，是唔是？羊頭啊，有 privilege 啦，羊邊嚇，了我感覺到我有隻 privilege，that's why 我感覺到我搞我自己 stable， 我自己明白我自己事，我知我自己想做嘅事，我唔係去逃避，因為我感覺到這是一個機會啦。because 你唔做，按專門白，咱無講就係人聽嚟講，咱幾若千人聽咧，無講就要見唔好 platform 是成個哇，幾若1 million 人看咯。我本時感覺到這是一個職業咯，因為我感覺到我有這 privilege， 我到啲美國 come out， 所以我感覺到我有這個機會 develop 了，係你冇機會啦。但是講我到啲馬來西亞，我有可能冇呢。對，有啲我是類 parents 是唔是嚇？類爸母啊，對，有啲都是類爸母。我考慮過，我就是講我頂啲考慮過，就是講我 come out 後對我嘅爸母有係咩影響？因為我爸母 accept 我本好。邊有人就係硬嘛？對。所以我係好覺得我爸母是一頭冇插嘅咯，我爸母就即是人嘅事講唔計人冇關係，因為講咩是講咩，即是伊都好嘅就係伊人冇想講，伊明白伊特別我爸母一來就成日講我 audio from 樣，就是講你未使到底。你自己嘅生活裏面活別人嘅生活，你未使活咗別人嘅 expectation of。係啦，你自己嘅生活嚟嘛，同別人都冇關係。或者就人係講嘅啦。即梗係 juicy，但我看就知啦。我嗰集嘅人看，當佢 live 嗰集嘅人看，你這 live 我冇注意看到有人看。consider 就係人啊嗰集。嗰集這佢平常時錄音嘛。平時啊，做咩你講啊？真係只看比賽講會話，最劍超食醫生I think，唔是劍超啦，我係就唔是講劍超係什麼，我諗想，you know， 我會記，我去食對嚟時代會講會話個小氣，你看這是入六年前我 memory 都冇咩病啊。你比我就好喎，我完全冇咩會記啊，你講會記好。你睇咩事我會記咯，即係人每句話你告訴我 coming out story，即係有人問我即係，所以我只對來嘅是，我記往到啲 kitchen 嘅位，我咪是 offer 伊嚟點心係咪？我 after one snack 嘅時伊梅話，所以即係別使講梅話是對嘅，伊梅話講 Can I have a hug？ 因梅話，還是我會看到手嘅還是？都掉伊頭先嘅時都冇有手呢？冇做係咪？冇啦，你啲借啲車，我借啲車，所以冇了。by the time 我個錄過來啊，所以冇啥機會講，you know，頭一擺對面嘅是會刻意，所以 maybe 一個感覺到，到底伊是有興趣冇興趣 ？because 我冇機會到any contact 到，特別我 still friendly on top of that，所以我對個隨時梅話咯，梅話會使諗話哦，所以我講會使咯，你話只等我嚟諗。我咪一車
人啲車無近手吼，冇，啲車是唔是 manual 咧？為立 clutch 換嘅啊，然後未近手。唔是 Wala, ilang because 我是 automatic 啦，吹，美國嘅車嗰啲是我是吹位 automatic 嘅啦。 parking，所以我就騎車我 focus on 是看你邊 parking，然後我就驗落車就行去往喺你 garden 那邊。但是我同你講，所以我嘅 first date 時候對我嚟講，係我嘅安排是就失敗嘅，因為我只做物件 signal 係就 send wrong signal， 我拍唔掉好嘅就。等陣maybe 是 weekend 本啊，你講 maybe maybe 是 weekday night 啊，就嗱，講可能較濟人看到，對，唔是 weekend 就是。等陣佢只濟幾波啊，即係人嘅特別嘅邊，唔，人嘅聽講講，咁會 after the first night do you feel like Cupid strike you 冇？我冇感覺到講he's the one 啊。I mean，我冇呢塊 because 我冇 expect 嘛，我講咧 take it slow 看 A B， 我 actually 我講我講 no sex first 我講this meeting because 我都冇驚，就是我這是我自己嘅感覺啦嚇，因為我 come out 冇夠一年嗰時，咁明顯就是你阿仔啊，得咯，阿仔要嚟咩？馬下啊！冇啦，南西阿仔啦。我係阿哥，唔知。細樣 so cute， so cute。這是嚟阿妹攞下，阿妹攞佢除到下。阿妹落浪更，阿妹落浪更，哇，佢似緊夠 Q 嘅。超味哦。佢似緊啲 sweet 啊。我再講伊人好咯，我再講我人會啱咯。Physically we're attracted to each other. So 我是冇講that's Mr. Right， 係你成日講人講一見鍾情啊，還是first 咩叫咩啊 ？first 我比較阿冇話叫咩？一見鍾情是你 first 係咩啊 ？Anyway， 你再講啊 Love at first sight 啊！我係冇 love at first sight， 我是感覺就講 A 咯。So 我comfortable enough to cái intimate 係個呢親係，但 so 我 feel 到 OK 啦，我 continue， 所以我 continue dating， 我冇成日講即係就事啊，即係我未試我係做硬嘅，你我冇啊，但我話我白人講，我 feel 到講阿趙人加阿無人是加硬，我 feel 到你講，因為我丟嘅，嚇，哎呦，因為我丟嘅係 virginity。你係個事啊？Yes。你阿張 define virginity 喎？你是特別像隻 classic 講特別你 anal sex 嗰是 virginity， 還是 just sex in general 呢 ？Because 你就 sex 就快嘛。你就是講是查某嘅 virginity， 我明白啦 ，because the word from virginity So 可能 depends 特別我是 quite late 唔是講 quite late， 我冇很遲 start with 即係 sex with penetration。我妹嘅 question， 成個 Luca Bruce 第一刀做嘅事啦，做之前有成個講，尋常講愛去 Jack 先喎。都當我係 discussion 過嘅。because 伊教我講嘅 ，because 伊教經驗，so 伊教我講，伊頭時就教我講，即係意思講即係 health record 啦嚇，考慮 because 我是頭一擺，伊知我頭一擺，所以我伊只濟物件 lead up to 伊講，伊是一個會相信嘅人，我會拍拖嘅只濟人，我朋友嗰啲身邊嘅老師講啊。每物件較就是每爽啊，伊安怎搞啊 technique 啊，大細啊，那款啲物件，我看是因為因為我20幾歲呢，吼，我是我爸14歲呢，我看是我 observe 物件是 observe 伊嘅 generally the whole person， 做咩事人講，做咩事頭一 date 你已經會加起加。安尼簽咗就成日講 committed to 伊即人啊，有時我看伊是只一物件，所以我講about before 人頭先都有關係嘅時候，伊就是
跟我講啊驚房嗰時，就是伊跟我講我伊 last time 誒 test 還是actually 老實講無講只字成隔了參加了 STD 嘅 test 啊，就往第一講嘅90年代是HIV 咯。So 我人伊路跟我講伊其實 last test 是其實，然後其實伊個 sexual partner。So when he do the YC 是無 sexual partner， 但係 last test 其實伊有甲我講，然後我看伊個迄個，所以變咗我講哎呦，死我咪特別去做 test， 特別我講特別我都無 sexual partner， 做啦做咩所以to answer 呢個 question 就是講下咯，我咪是 virgin， 嗰啲就轉為話係，但係你是未使講下，OK，first。小鋪，哇！只見 Steven Lim first time 小鋪 after how long from first date？ maybe 個，我冇咩記啊，價4個月節呢，maybe 差幾個節都古本咯。But because 我冇 comfortable 個，我自己一點都冇話，有幾年到 intimacy。Then go to a certain stage 是伊唔話 ready 未，特別伊 whisper 唔話 ready 未，然後我講有無本表緊，伊講我講有無本表緊，所以我幾日到我冇 ready 個 ，because 我特別只 comfortable 甲迄個人，我個感覺個我個會敢去嘅，甲那會咯，所以呢，幾波啷解搞呢？攞一句傾嘅了。即係妹嗬，誒，大佬做1 to 1啦，教我妹都贏。有妹嘅了，我人個來1 to 1。Okay， 看啦 ，long way question 啦。最近問嘛 ，how long you guys been together 26年？我頭一擺對伊個對26年，教英6年，教咗4年。你30年啊，今年哦，你我等時就擺下，我等擺特別冇地定啊，冇地定。Suddenly got this life 掉啊，即差別歡時呢，我即是雙撥出來，即我配到棒嘿。未論呢，撥出來。OK， 來個白行個，我未講講咩，亂是亂咧，特別嘉賓即係6A， 特別嘉賓。我咪啥錄，即個是到對 Bruce 下，因為我只 curious， 成個錄個 Bruce 白了咯，然後有作古過後，還是錄人有無掉。有成日講一個 OK 人多白白，然後consider official。其實 OK， 所以對我們是即你是講成日講，你是 date 掉嘛？當然你是成日對我 dating 是成日 shopping 嘅然後 shopping shop 去邊看，because 我人講嘅是我人 start date 嘅時啊，我人冇 exclusive 過啫，係是。伊講你我人是講人我人 discuss 一隻，我人講。人實都是安怎啊？當今我常 check in 嘅咋，所以一個月我都未講人是安怎啊。然後特別我叫我冇 exclusive 嘅意思就是講，伊個會使，伊就是隨着別人較好較合伊會使，我人冇成日講我伊袂使去隨別人打包，伊會使去date別人嘅。In fact， 我在講伊 go out on a date with 唔知哪個人個 ，after 對掉我啦 ，because 我有講嘅嘛。我就冇，我是真理工呢，我就不到處呢。然後伊有 date 佢內人，特別伊頭甲我講，哎呀，我記得佢內人，因為人再講，OK 啊，成 friend 啊，呢，就冇係咪？所以要甲我講，所以我冇 exclusive 頭時，所以我就估咧，嗬，加 feel 到講誒 date，就是 actually 我人幾年啊，是年尾是去 Boston。summer 是得 maybe 半年你看啊，差唔多半。喂，it's actually around the same time of 我人嘅 小鋪嘅點想 ，because 我感覺就喺你教喺你地步，我覺得 comfortable 咯。
哈是啦，哈是我有一隻我隻青呢，青菇唔係好，未必當見無成我特別，我哈是青菇唔係好嘛，我嗰隻青菇嘛。所以我夾半年你看我啦啥 ，then 半年我是講 OK，now 我能卡認真嘅咯，講 OK，當見我是 date 一當卡 exclusive 要 feel 到。you know something actually 因為到是一期 Boston 係做咩事 start 嘅我當上期我講起我個上期，依度跟我講一期參一點嘅 gay friends 到啲 Boston 嗰邊，有一個伊捌date過。定到是捌 date 過嘛，冇好 I mean date 你知影就是講 shopping 嘅嘛，冇買啦，所以伊去看啦嘛。所以伊度 window shopping 啊，伊計 OK 啊 I mean 未 continue 白樣 remain friend 咯。所以咪是做朋友咧，伊度一段朋友都去啊，都去伊嘅合併。啊，還是差唔多要半年啊，因為頭毛起來，伊度哇，頭毛隻錯是。then 還是講起啊，是一個講 maybe 咱就會 revisit 看咯 ，because if you do，我咪 make sure 我兩人level 是差唔多 comparable 嘅上嘅，別說講一個我 move on，because 我食錯時候可能我 move on 較濟，所以我能講，所以我真正我 communication 就濟，所以我講 OK 啊，就係 OK，還是去過一隻 end ，I think 要一答到啲電話是講 I love you 嘛。So 你看到我個半年，看我 committed。你就係我人嗬，對我嚟講 ，gay 嘅 relationship 嗬，真係亂來嘅都就係 before 我拄到女已經，แล้วuntil 我拄到女了，拔掉英國中啊嗬，就是幾天啦，我幾哪裡，แล้ว我諗誒 actually gay 本是有 serious 嘅，有上加我人安尼款 serious 嘅喎，啊。特別我袂白鹿以前啊，對我嚟講，我唔來個 serious 咯，我頭先是真正亂來嘅。特別亂，咱講亂來嗬，咱嘅 standard 是對啲嘅人啦。OK，so 有當時即係咁講嘅，路家己呢，冇啊。冇我知，但咱講時間，即是我來去英國是13歲呢。我咪講嘅就是講，咱講亂來無亂來嗬，唔是講你是 gay，還是唔是 gay？你愛唔是 gay 本有亂來本，特別有是 gay 人本有無亂來，特別亂來這個 term 咧是上加要淡薄成日講，你就是講你無成講對迄個 straight 嘅人嘅 couple of。straight and then maybe somewhat 成個 religious background 講你特別教應了解會使小鋪還是行房啊可能物件，所以特別若是講咱 put that aside 啦，咱嘅宗教加別項物件 aside，你咪是看到若是講真正 strip down 加了迄個 elements，咪是講你 attracted to each other，你兩人蘇格到。你 explore 啷個嘅 sexual exploration 是啷個嘅嘛？所以講亂來無亂來是啷個嘅 social like culture 有淡薄 structure 啷個嘅想法啊。所以特別想啊，有啲 gay 無 gay 就是 gay，做咩事啷個感覺到淡薄亂來是？因為 on some is perception 乜定我一條就是啷個社會無接受人啊。接受不接受啊喎，所以我人家了做做物件，我心裏面是 naturally now 裏面是安尼看愛嘛，我愛到看着成啊，我看到隻安豆嘅吧，安豆吧下，定到我講起定到100萬 miss 小氣嘅嚇，成個我朋友 OK first kiss 佔我時，我心咪是跳加亂，啵，我是 enjoy 真隻 song 嘅，特別 at the same time，我係 now 裏面個教我講未使啊。未使嘅即物件，所以變做我殺一開伊嘅日子是當做啥無物件發生，是因為我家己驚數。若是講我係 continue develop，maybe 有可能伊是變做一個我嘅感情去啊。because 我屬伊啊，伊屬甲我啊，特別我社會是甲我講未使，唔是掉嘅，我家己驚，我家己驚，我 feel 到只 wrong， because 我接落來是再講 OK， 即個唔對誒，你未使甲另外一個打波小尖，未使甲另外一個打，我冇黑事啊，actually 我未曉過，你被小鋪啊，面少未曉，所以我尖面我已經是，哎呀，我要落地嘅19站、17、8站地嘅嘅，還是，所以我是唔敢去想咯，變做冇機會，但變做你安尼款正
oppress 平常時你無攤做物件，紅磡冇有機會做時，哇去做咯。然後有啲人 feel 到個無咧社會加宗教嘅 control 嘅變做，咪是哇覺得咪是去了人對 normal 嘅 norm 啦，你教者講你特別教會曉，該會使有小鋪啊，是係咩物件？咱咪是講到影響嘅感覺就亂來，你可唔可以 address 這類物件？所以人認為我查某會多不多？對本對。啊！我多不多時，我特登去食好料咧，就多不多。大波伊愛找查某是伊擺考慮到講，伊就是愛 responsible 對這查某嘛，是伊困了一間查某。對。嚇，所以你講亂來，安怎亂來不好本是愛有，本是有一個講會驚，就 limit 淡薄。安尼是講攞 camp 本是出來，伊個無想講，我講啲拍吧 clubbing 拄着一間查某是愛做 one night stand 個無想講。哇吼！你看啊 ，we 話 remind 咱對咱無講小鋪，咱講正三拜，對，正三拜。因為我當今吼，我好像笑到我做乜事咧 question 吼，咁了是。較濟是關係甲即個，我講我知講路人平常時唔捌聽過我講嘅物件是蝦米物件。我平時都變得學緊做19年吼，攏只少聽到 detail of 我甲 Bruce 嘅 relationship 嘅。Because 你知咩事哦？嗱，你話講另外一個是咩 ？Are you in a monogamous or open relationship？即個人唔話啦嚇。確定我甲答不得緊個到對嚟。我是因為。我一落來感覺到頭一條變咧福建嘅 agenda 唔是我嘅 QQ 嘅生活，我另外你已經做咗 podcast 你 online 係咪嘅啦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我感覺到我是 host 嘛，所以我係特別嘉賓講較濟，所以我無家己無較少講我家己唔嘅，特別我知啷唔知，我知啷幾步嘅，是講19年來裡面特別知，然後 on top of that 我本是 feel 到成個。maybe 較 private 咯，成有啲物件是 private， 我會 keep it because Bruce 真正 private 嘅，伊無 Facebook account， 無 any social media account 嘅。So 我安怎會 respect 伊嘅 privacy， 就是唔係講安尼濟。特別即係 episode 我 already expect 咧，因為 on top of that 有啲物件我講，我係講嘅時，我就講我講，伊本是 OK 咯。特別即係answer Steven 嘅 question 咧 ，monogamous relationship。See, not one, no one there to ask because it might be private. 對本啊，是條啲講開起來隻機會，人講嘛 ，especially for gay, we're generally not open enough to ask Malaysian for gay topic. 對，做乜好機會可能冇啊？咁我當然我知啊，即係禮拜頂過節咪成日講緊是每話嘅啦，是話 relationship 物件較濟事，處理物件都已經制嘅了啊嘛，我處都出事啊，但物件都制嘅了啊。特別梅魯灣家梅魯是白嚟嘅，我冇乜解，因為我在魯嘅 private life 是真正清氣，你個26年我佢一個 boyfriend 了咯，我家梅啊是真正 messy 嘅，我是唔敢梅咯，因可能伊咪講本話。對本。啊，魯是代言人來了，所以我是離歌，我離歌嚟，魯離歌啊，伊專業。所以我每起來本啊，伊每個伊本會答加順加，你會心加好個很，我都看真係。佢唔是好，你就係你看啦 ，from John 啊，from 咪姑，有人唔知講佢隻 game 嘅，冇人唔知。咁樣。個人 already because 你 gay community 已經有佢哋 just stereotypical 成個亂來impression 啊嘛，所以人咪講起你冇 because。你老實講啦，就是人要去傳的那款的故事，哦，伊來成個離歌，那款到底歡喜這要對出群的離巴，喺啲故事比較，哇！去看到那個5個大波啊，笑正三擺正嘅亂啊，出來3行款的爛蛋三擺啊，明明個做好嘅三擺正，係你得隻故事較 interesting 咧，你要去聽咧正三擺故事咧，還是要去聽離歌嘅故事？對。是，所以係你咱較講較濟咧正三擺故事，離歌故事無肯聽，所以特別甲我家己大頂家己講。你正三擺故事for gay 嗬，Clubhouse 講過嘅，Clubhouse 講過，冇 replay 冇 replay 啊，冇 replay 聽到冇聽到就是 miss 掉咗。誒，我冇來哦，我有去哦，我冇去啊。啊，你冇啲。哦 ，OK。
我哋有幾間講嘅，迄是真正刺激嘅，係咪？啊，我被參 clubhouse 啊，被按照參 club，變咗跟到講 /clubhouse 啊，對，參啊，出啲歌嚟兩款。OK，講咩物件？咱點播正嘅話，小弟啊，嚟啦！咱白含講物件梅都冇人梅過，青枝都冇梅，炒蛋都冇梅，啊，冇毛白都冇梅。แล้วว่าเสียอันมีรู้ต้องกินรู้ตอนที่พี่เขารู้เจียอะไรให้มีกันแล้วเลยควันสีอ่ะ哎呦，死我想啊，聽到特別殺另外隻 episode，咱咪殺另外隻 episode，咱到阿妹妹條話個，係你要緊物件，咪講到隻物件，其實就半點鐘嘅嘛。เจียก็รู้ต้องไงรู้สิตบต้อสิจะก็ตบต้อย咯。你肯定第二節喎，是我扮噴冇去，我就是去困一下，แล้ว人家去小弟啊，我就話。扮冇啲啦，就是我扮都看下冇啲啊，我都就是去困一下。我個 check 個 question 個 ，OK，so 當今咧暫時講嘅一邊成啦嚇，แล้ว直頭啊，應該當對咧就頭差冇嘢。ก็จะปัดยาวแล้วเราตอนที่感謝大家每問題 OK 我可能笑起來一個OK 哇嗰個真係諗為話個係咪why no support 我點到啲人我點 OK 當佢 because 點播正啊我被冚起隻 episode แล้วตัวนี้ไหน特別男仔有可能未打喺ใน股所以行險嘅就不得當佢困嘅OK 我本面會啊讓其實你了 because 我特別maybe 咧就主人嘅暗對了所以 maybe 咧特別了嘢 OK 明了 OK 講了嘢我點貴啊 OK 講了嘢冇人不太直頭走講第二對咧就冇人㗎我一人咪先咯 OK 啦講但係煮飯嘅咩講了嘅煮飯嘅因為是煮飯食物件食啊我接落來其實我較早來到美國嘅時我食物件干了是食對阿冇食我家己煮啊我都煮較長人先煮到我開始就是煮咩一禮拜煮一道幾大碗煮一大碗飯然後就參嚟食一鑊熟然後後嚟到一禮拜煮一道所以我開始要煮嘅物件咩啊牛奶雞豆油雞還是豆油飯嗰啲物件啲滾啲食，你咬即係食。對，佢使食幾拿對啊，比食兩對啊，你。แล้ว對我即係禮拜啊，就走隻兩對。แล้ว我去學堂嘅時，有當時就買啲 sandwich 落地，แล้ว我買落地啊，我去在整飯魚咪見是買到Walmart買嘛，所以Walmart嘅落地呢，依落地是要兩種嘅，一種是唔知99類，一種是69類嘅，我是買69類嘅。真奇怪喎！按照69類落地，人買99類落地咧，關係就是你買轉去係一隻係烘嘅，所以如果是做 sandwich 嘅時候，你係我係一碟咧，叫做 bologna 啊，成個就 process 係買一碟，我係一碟 bologna 係一碟 cheese，แล้ว我另一條就是為 lunch，แล้วก็จะ粒簽，แล้ว我而家去到學堂嘅時，我是冇特別位，我係做落啊。第一腳等出來是成個抓呢，攞一落地真係邊，伊個是烘來，所以佢個是想幫個位指個。人是大啊，笨隻你是落地笨隻。我落地比我指個波，所以我係看你睇我真係去學堂食，你我去學堂時我加料，我係 mayonnaise。係 ketchup 你在你去 cafeteria 時，你夾睇夾頭嘅餐碼又睇夾伊 condiments 嘛，所以我一頭夾 condiments 成類變變咯。然後夾邊第一隻，所以我係你是為 lunch，然後對處是個隻為你當空豆油吧，食豆油雞呢，肯定唔見。就是你 main course 嘅啦，就係 main 嘅 dinner 嗬。對。then 貴啊，我是舊家 then 就實隻做出嚟做工我度隻，佢就是隻。冇食，有主動嚟食 occasionally 啦。特別我間裝，所以我每我有關係食，我是食關係啊。我整個轉外面食物件，我是未想嘅食。我只係馬來西亞朋友是想食飯嘅，我冇食飯咁唔要緊嘅。所以我到教我其實去我較想食飯嘅就 pandemic 去，好險你哋想食飯喎。安尼老我過來抗抗，想食飯想食。pandemic 啊！就係唔是 pandemic key 啊？是都老了，是咩嘢啊？我想食飯喎，哎呦！我是老嘅數，是老嘅數。頭先嚟，我頭先我對起路，安怎咧？哦，都對起我見，我係 root。
對，你 roots 我本是想嘛，我來去英國頭先我baru 13歲呢，咁去 boarding school 跟他食阿冇食呢，冇食蝦米我冇當人食。想愛食冇，冇想愛食當人食本。แล้ว我放假嘅時期，我自己厝是跟他ทะเล點食呢，食當人食，那是冇呢，跟他食阿冇食呢，嗰個15年我冇食。冇蝦米食，冇情，你冇講啥，係咪有見冇有見冇愛，冇興趣，冇少林，當人食，特別睇下啊，我3日冇食肥呢，我氣消呀係啊，未打閒了，未打閒了，我就是我係厝啊，我燒攞。我厝本燒羅裝嘅 B 啊，我燒巴斯馬蒂 B， 我本燒上醬本啊。我跟你講啊，哇！แล้วพี่ B 啊，อันนั้นตัวอ่ะอันนั้นตัวอ่ะ定到啊 baby 成日大包呢就，安尼大 B 啊，睇下話 baby 啊，10 kilo 啊，哈，佢就半啊，10 kilo 25 kilo 啊。啊！我就冇夠知啊！特別好，我同你講冇夠，我驚冇夠食。個水當金好，我見隻飛機哦，如果是個滾喎當金。好啦，就是啦，特別我冇插你看你物件咯。就是我啲咯。basmati 嚇，食 basmati。特別我好驚食，我好驚食上邊，淡薄成個有旁邊啊，可能啊，咧一淡一粒個淡薄成個 QQ 淡薄，哇，四百驚食咧，哇！你嘛是參啊，你食較濟菜啊 fiber before 你咪食呢濟半先，你先食 fiber 咧，你較食。半隻個蕉啊，一個味話咯，變咗半湯魚啊，佢特別食半。嗱，你看佢福建嘅嘢，我想食啲，哇，都係想下，即係水都瀉爆了啊，胖嘅啲。哎呦，你講到冇講物件。我覺得馬來啊，我 because 我睇下 diabetic 啊，驚 diabetes 係數。佢doctor 知道 one rice meal a day。阿妹我食落去。哈！我把老本是一禮拜食兩隻半本呀。我當然較少啦咯，我冇面食半樣咯，當佢我特別減，I mean 我每阿小食我是有啊，紅險我小食我同你講我小食咪，我一落來本小食豆豉糊嘛，啷知啊？未必啷知，我食罐頭豆豉糊嘛。我是個食罐頭豆豉糊嘅知哦。我那是講豆豉糊是咩？糊轉轉啊？豆豉糊罐頭誒，我嘅食我嘅。哦，食我嘅啊。Black bean. The days in black bean. Days with black bean. 對。哦。我是個食，我開起來一罐，我誒那款頭講嚟食咗，然後我頂到時阮有自個食那款了，特別當今我是想食啥物，你飯啊在煮食是在做嘅時，哇！你諗嘅豆豉糊貴你感覺四百好食，當講我攞啲做。你把 try 過後，夾一下落去，你自己多的好，頂住去咧，可以煮啲你白嘅咧會唔係，你要少我煮飯較濟嘛，我煮飯較濟，所以我較濟是夾卡淡薄嘅，但是講我倒佢罐落去，我是伊味素無去。我煮飯我較濟是煮較濟喎，我煮較濟講咧是燒掉一陣配唔嘅啫，可能，所以我只少講煮一餐嘅飯。Anyway， John 啊，係我都有啊啦，我都知啊。豆豉糊。再可以涮嘅咧。叉菜。唔係叉菜，是你一盤嘅白飯啊，燒嘅喺你度食就。對，是好食咯嚇。你都伊個油甲伊個豆豉摻咗只嘢啊，嗬！一個家己一家淡薄切淡薄伊個白轉淡薄，哇！呢個叫淡薄啊！最好食係咩啊？你夾咧吉利巴蒂啊！哎呦！對，我往時正無吉利巴蒂，我吉利巴蒂往時我燒去 freezer 嘅時候，我食少有嘅。特別我較濟是我 usually 有嘅是迄個番椒乾，唔是。番椒油啊，伊是番椒，唔是老乾媽，就種迄個真正熱咧油摻番椒脆爾咧。
辣椒油啊，嚇辣椒油我攪架喺豆豉糊落去，哇！食嗰個辣，夠個辣個好味素。誒，等陣我要 from 食物件去食查某性，我要看人問我就要問答。got any girlfriend chase you before 咪話有頂到嘅 episode 8 lอง去聽咧episode 有啊，然後because since you are so handsome and friendly 哇 thank you 感謝做我背橋what is your advice to have a wonderful years together okay advice communication 特別會曉講話，唔係講伊應該知嘛？無，你特別講話，你會使伊講，你個聽，你聽了，你講，伊特別會曉聽。特別兩方面啊，你袂使一邊有都袂。我感覺 communication 是，攏知我頭拍拖，希望就是搭幾句話 check 講到底攏是咱 relationship 是安怎，所以我就唔捌講到個一地步，我講感覺就講。伊唔知對我夠好，我唔知對伊上好啊。because 我逐擺就頭實你點起我就講你看啲物件，所以對我嚟講，伊唔是伊未變做成個這樣硬固咋。你唔捌講過，你看到紅險啊，5年後啊，假如時間嚟講，是你講笑嘅啊，你唔捌講過嘛？頭起你 communicate 即係物件，就好。你一個唔是講 communicate， 本是 communicate， 就講溝通。特別交通，講嚟講去，交通係溝通啊。交通就是喺你來嘛，係啊，交通嘛，溝通。溝通是 communication 啊。交通啦，而家交通是交通咯。sorry，我唔見。你看到紅灰時哦，立不力，你特別要講就是成講攞有問題是。有問題時，阮特別會曉解決，按照解決特別會曉溝通，有溝通會曉講話。成個我會記得到我人嘅 relationship 到一個地步時，就是我人起航嘅我啦 ，OK， 7年可能是我那是小命假路起航，我就 dramatic 嘅就上講要分手嘅。伊假路是講阮假路是有一次嘅數年嘛。甲本手無本手是無關係喎，咱嘅感情是經咧一年啊嘛。我係想講橋本漢，我個見你即個就是因為阿摩人嘅想法咯，就有當人是 Asia 是應該想袂到安尼款嘅另外。想咩就是耍嘅嚇 level 嚇，想咩就是無咁一耍了。你看阿摩人就是我講，即個阿摩人是真正。我老實講是你一天嗬。對他的數。嚇對。那是講數的嘛，那對人。無數嘅是對事爾嘛，是然話對事唔是對人。對，是你拄着當人按你接垃圾就了咯，應該唔是這樣。特別我當人都唔知 communicate 教我頭前我每講都笑嘅。so 我感覺就 communication 就有見到。so 你特別特別嗰個一種就是感情有當時唔是講你愛就會哦，我感覺到感情是咧對我嚟講啦，成個我頭一年我甲 Bruce 做一時，我講有一日你唔知啦，做一10幾年，有一日物件改變嘅時，伊嘅心變，我嘅心變，伊嘅情形，我嘅情形變，有可能是人袂固定永遠嘅喎，我是無對調永遠 forever and ever 嘅，我是對調我人當緊感情，我 enjoy each other。所以我人無是拍算講要一年嘅，我係大概唔是講我20年後、30年後、50年後，我係大概就是講當今，珍惜當今咯嚇。當今，我好就 enjoy。我就是講，我未打呢邊啊嗬，我做咩事會硬硬老掉，我特別，even 到20年後，我響我看呢邊，我看未特別特別討回來講，乜嘢歡喜，我乜嘢 provide 伊。愛嘅物件，伊咪咧 provide 到我愛嘅物件對，所以我是無講對調固定，我是對調當今有嘅事。人我只好奇就是我愛嘅物件，本是伊愛，就是講我人伊愛 relationship 甲我 relationship 是像嘅。
行上條路就對啦。你袂使有啦 ，of course 我有成個漳州伊漳州我伊大漢我大漢伊嘅物件，特別安尼幾年來我人是聽你不就是接受去誒，未大漢伊物件阮未講看未然後呢關係去啊，因為第一要緊物件就是我人愛做只 L， 但是我人愛做只 A， 我人都落功夫，買做只 A， 手拍拍走啊。安尼咯，這是我嘅 relationship advice。特別我會講嘅是我用我嘅20幾年嘅經驗，我未 dating 嘅經驗，因為我唔係 date 過一隻人嘅事，所以 dating 我是未可能 advice 啊。哇，是 everyday。哦係咧，伊講 every time 去 Vietnamese restaurant 就想到我個 Bruce。Got crazy， 比較 romantic。Got crave for soup 哦，湯啊，唔係我想食湯，我到底係 food 就對啊。就講咪 apply，伊講咪 you didn't tell us about applying citizenship process。哦 ，OK，咧，實講我哋肯定係有機會講。OK，Bruce follow。伊有本啊，伊個電照本，所以伊本是成個像叫 maybe 食 basmati 是成個我食 fiber 成嘅 before 伊食，伊本個 control 淡薄啊。無嚟講嗬，伊頂到是較驚食半個話，當今我做就係驚食半嘢。誒，係咪 ？Have you ever thought what you will be? Let's say if one day Bruce is not， 我想過 ，because 最近你個講得到伊巴魯退休嘛，嗬，退休一年啊，所以我有想過本咯，我有想過啦，特別我唔知講我係安怎 deal， 我唔知講我係生我係安怎，特別伊嘅 reminder 是當今有嘅時慢慢少掉先，了無嘅時間來拍水，我成日喺想，所以我咪成日講去想就講，伊無嘅時我係安怎。變做了我點寫嘛，我今日點寫嚟笑。伊無嘅時，隔嚟拍水，當今有嘅時先笑掉，特你機會我都俾笑掉。OK，嚟講到啲隻事，講物件咪冇，before 攞去做隻。青子冇梅花物件，你係咪物件會 curious，always 會梅花物件？你有啊？是我隔了，我係隔了剛講呀，可能看隔了我接個叫我。卡嘴坑門看到啊，當無物件梅花啦，冇毛病咧，冇梅掉。但係成梅都講你 relationship 入嚟你裏邊物件，特別要講咧，actually。哦，其實我就成日看咯。communication。定到就是定佢自講，我看出咱無梅花物件，人講你就講個了去啊。我梅 A 路就講緊食去啊，對，我梅 A 路講緊去食去了。我物件冇有。即個物件講我家己經驗嘛。your 你嘅 private life 是你嘅 your private life。你要講下咩我聽 ，I appreciate and I cherish it。But 我未使只是 all thing because I have to respect your life。我明白啊，特別這 episode 是特別好多愛嘛。是我啦，唔係我嘅小 private 嘅，我聽了對我人本講。特別我你我唔係講咪係使，我是特別是個人講。In fact， 前只我會隨隻 episode one on one 個錄嘅，所以嗰時我特別我嚟啲啊，特別嚇，你愛講咪講本表緊嘅，我開會because 我你唔是講 private 啦，你只係你 career 啦，你係咪只係唔夠會債本，所以我不只是我爭隨隻點聲。得嚟咁講，冇問題，耶！喂，繼續講，耶 ！OK， 了等陣個主持人到真嘅人個物件會冇哦，冇嚟講緊歧視。咱哋 one to one with 英國中啦，係使 two to one， 咱 two to one。冇啦，何清子嘅個主持人是要見你在是係咪數冇？清子呢是especially 他嘅點聲啦，有較濟查某做較濟項較上較病較大波了，他那特別頂到嘅時 ，especially in history 嗬，清子
ท่าน做安尼款了头先了，所以像个 pioneer 呢，伊较早甲ท่าน来查某，本是会小安怎讲啊？小白甲哈，小白甲伊你晓啦，伊做工会情形啊，是大波会。industry 啦，industry 啦，伊本是会，但是我真正有興趣會，伊本是會病甲伊人啊，即個是一要緊啊，互人嘅查某會聽眾聽，伊安怎會not only survive 特別 thrive 哦。咁唔是講會打閒做呢，一個個做一隻成功個嚇，即是。即是白豆嘅 teaser 嚟就 OK， 我要甲情節確嘅啫。所以佢哋是要見到特別家己一人甲伊個 concentrate 嘅伊focus。即係我冇答到佢，這是。Belum answer me.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to adopt and raise children with your partner? 有 consider。Why to the level of consideration 是 why 人講我買囡仔，我講 OK。但是講我人真正愛囡仔，我有可能會 consider。特別唔是一個回聲啦，那是我較早啫，那是我愛嚟講 maybe 30幾歲時已經有小囡仔了。哎呀，錢有就夠日了咯。嗱，我當見我有19歲，你講阿仔嗬，我有19。Oh my god！ Really？ 我有19歲。我啲阿仔當見困啦呀。但係等於冇咩嘢驚咯。我真真老了咯。伊卡頭整攞機要紅攝，所以驚落卡冇好攝。所以條嘢，喂，媽講，哎呦，上個阿媽，19歲是真真老了咯。上個阿媽講，喂，媽講，哎呦，上個阿媽呢，卡聽。我就陪伊，哎呀，早起未記錯去站板，唔知及 Bruce 講就係可能佢不嬲住佢哋。我就陪伊去站板，可以用站板，然後可以個行去。伊起樓梯較硬落樓梯，所以我去名城，伊看到名城嘅特別名城我有樓梯嘅，伊樓梯伊行樓梯去見佢。所以伊當今較無咧方便啦，行咯，特別伊 still，I mean， 伊若是無聽無擺嘅時，你看伊 still quite OK， 伊會食阿咪，特別是有影是老啊啦，人老19年前有時間老啊咯，你個人上落樓梯個聽起樓梯個會。上嗬，掉落樓梯人日等掉。哇，講亂鳥較老過我。掉，是哦，19歲是。人 equivalent 是係咩啊？貴姐啊，唔知8歲啊。80幾啊，80幾90幾啊。So 安尼咯，等下我看個大媽是個人沒有一隻物件，沒有一件黏湯，我有隻件黏湯嘅當今。嗱，我有時唔知，我隻件黏湯。That is another feature of a rice eater。我。rice eater 俾嘅黏湯嘅，特別我免食飯每日使我黏湯，我管啊啲白骨哦，你我管物件，可能伊白骨湯啊呢，還是白骨茶嗬，我係跟佢黏湯。我煮垃圾我是冇係葷嘅咋，煮垃圾我是跟佢係菜嘅咋，係糊直正。阿什垃圾掉。都係你 expired 嘅嗰啲配菜。個話你 chat room 就係話 miss 掉，你睇咩 last chance 就講。阿仔 same age 俾你學緊掉，唔係正講嘅掉，差唔多，10年。你人阿威咪嘅 last question 嚟，係咪咪嘅會知嘅？阿仔以前個自己阿 boy 嘛，是唔是啊？阿 shadow 是shadow 唔知嘛？誒，即邊你學緊 size 都冇 shadow 啊？冇，我係就嗰時阿仔呀。阿哥是大，哥是大，阿仔呢？因為就當你落伊咩事，阿仔困啲你位啦。用時起來我係膊頭嘅。特別迄個是10年前嘅事呢，是你聽到對10幾年前嘅嗬。阿哥咯，阿哥嚟，另外一隻。阿哥我冇咩仔。所以我就我都看就唔記得出。我仔，我仔唔仔阿哥，都是這樣。
伊 before 我前面夾俾學人看只趣味，就是我係一個聽眾做好我嘅，伊就是伊即是 sock puppet 嚟啦，然後這是我阿哥叫做我特別叫阿哥 girly girl 啊，我叫 girly girl，所以伊名咪做 girly girl，正係咧 girly girl。然後伊是 capture 伊 characteristic 是按nhau來了，伊特士多淡薄咧，伊手淡薄白那款嘅，然後伊個穿嘅咧，啲帽啊，伊隻 girly girl 伊隻，伊特別就是一隻水那款什麼都呢，然後就是我 girly girl 咯，我唔是我一個聽眾到底 ring the bell 聽眾到底夏威夷做夏威夷，然後嗰隻是阿 boy 阿仔，伊叫做 Chatterbox 仔。你在搞講話，你有兩仔伊 nickname 叫做咩？阿仔 nickname 八號。你看以前後尾卡穿過一粒star 榴蓮不啦？這叫咩啊？榴啊！哦，榴啊！唔是地層啊，唔是地層啊。因為伊特擺。一行來一邊過來，買來翹來邊啊！對外機，所以叫做八號咯。所以其實我攞嚟，我真係夾一隻攞嚟索八筆，嚟做阿仔加即係阿哥嘛。我叫阿哥啦，即係我人家未證名啦，我有佢咧就證名阿仔個叫做Buddy 啦，個叫阿 boy 啦，個叫弟弟啦。because 伊名叫趣味 ，because 伊真不是個弟弟，你聽到伊只大漢的是阿哥嘛，所以我給弟弟咯，咧一個名猜是猜弟嘛，猜就是弟嘛，所以猜弟是弟弟咯，就這名，啊猜個是仔喎，就好嘅名，哦，嗰隻 Does any gay couple in Penang Hokkien have experienced adoption and surrogacy？ 應該是唔知啊，冇啦，我聽人講過。雖然有嘅 couple 把 adopt 嘅，還是學寄生，學請人生囝嘅人。OK， 感謝大家。講得冇啷個咩冇啊？冇 last question 咧嚇。我都俾佢主角我OK 啊，感謝大家。感謝大家攞起嚟教我拍 call， then 聽知我另個 separately 我個 WhatsApp blue message OK， 等隨住點上嚟 call。แล้ว應該點做啫？感謝大家，下禮拜過嚟收聽，八刀過嚟收聽，把你一對一嘅項目。當然親自告訴人單調，我該證明嘅愛呢。係喲，是 because 你學我一本 check 過嘛，所以我考慮先係告訴出嚟，其實我唔想冇咩回。OK， 感謝大家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收聽人講，拜拜，感謝，拜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 到這邊但係這 episode 呢，你這邊訂看訂聽伊看訂 subscribe 了時往現條錄音上紅險紅往出啫哦，一對一嘅紅險，都唔係再調通知咯，所以禮拜今日再見佢吧。